再来看国道3号中部路段，今仔早起又发生2件车祸。落南的苗栗通霄路段，伫早起7点外有煞一车去弄到各种停伫路径的大货车，佮拖吊车，造成2个驾驶死亡。另外，彰化县的和美路段有大卡车、佮轿车、佮货柜车相撞，轿车的驾驶伤医不治，事故的原因佮会调查。 弄到真大力，这吊水沙石仔车头也拢密密麻麻，现场是乱糟糟，涂骹也有规大片的汽油。70早起7点外，国道3号路南苗栗通霄路段146公里处发生这桩车祸。迄当时驶来驾驶伊的大货车、吊车停伫路径，和拖车的细里驾驶正咧讨论讲要安怎处理，却互后壁的沙石仔车弄到。本案造成大货车拖吊车驾驶李楠及 营业大货车驾驶赖男共2人死亡。这桩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。另外，伫咧国道3号上北194.4公里的所在，彰化和美路段，伫7点外也发生大货车、轿车和拖拉机撞做伙车祸。其中，这轿车和2台大台车夹伫中，严重变形。消防人员出动破坏机具，甲吊伫内面的姓林驾驶救出来。不过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 双眼瞳孔放大，右侧的胸口还有右下肢都有开放性的骨折，目前没有自发性的呼吸、心跳，我们正在极力的抢救中。经过抢救，涉林的驾驶也是救无回来，也那后壁沙石仔车驾驶也赶紧送上病院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就可能是迄当时驶伫咧外车道的沙石仔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，才安尼弄起嚟的。一般连接车行驶在外侧车道，疑似驾驶分心未注意车龄状态。 碰撞到前方停等的自小客车。这桩意外，甲主线的3个车道占掉的，加上是上班时间，后壁塞车是倒接5公里长。警方是开2点外钟才排除现场。2桩事故详细原因，警方阁要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